美国总统拜登17出发去巴西纽约，准备要出席20国集团 G20 峰会。过程中，伊先去亚马逊河林签署保育文件。伊嘛是史上头一个去亚马逊河林的美国总统。G20 今仔伫巴西纽约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就呼吁各国的领导人爱为气候峰会达成的协议做伙打拼。美国总统拜登伫巴西科学家诺布雷等人的陪同之下，去亚马逊河上大支流烤化水穴。进前，伊伫飞行机顶已经看到烤化的所在，还有气候大火小起的雨林，所来伫雨林内底签署文件，协助保育这片珍贵的土地。We don't have to choose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We can do both. When I'm leaving office in January, I will leave my successor and my country a strong foundation to build on if they choose to do so. 拜登是头一个去亚马逊雨林的美国总统，强调气候的变迁对这个重要的生态系统造成的伤害，还有伊对保护这个地区的承诺。伊的任内已经提供亚马逊基金会5000万的美金来保护雨林，迄天白宫嘛宣布，佫增加5000万的美金。现在后一任总统川普认为气候变迁是骗局，已经宣告气候的政策规模会缩小。拜登离开亚马逊了后，才去巴西行程主要的目的 G20 峰会。主办的城市纽约，一座涉水真野的这堵壁，甲边边区扎起来，而且有军方的人员驻守伫遐。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呼吁领导者，都要为目前正在进行的气候峰会达成的协议来打拼。My appeal on G20 leaders is to give clear instructions to negotiators in Baku to reach an absolutely essential agreement on the new global financial goal. And the spotlight is naturally on the G20. They account for 80% of global emissions. G20 展开进前，伫纽约有一场 U20 城市峰会。巴西总统卢拉甲智利总统普里基拢有出席闭幕典礼。卢拉表示，城市中心较会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而且以最近西班牙等等的所在发生严重的造大水来举例 ，U20 是由来自 G20 成员的38城市的市长甲代表团，为经济、气候甲城市发展等等的议题来进行讨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